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涉及暴力，敬請家長留意。邪或正亦由我，愁或怨亦捱得過。人在世可以如何，天都逼我，怕什麼？留下我是誰錯？誰讓我練成兇悍？成就了可以做和不理後果，能抬頭迎滅破浪。明明能避免説謊，明明能避免兇惡，明明能極放心灑脱磊落，而淪為沒法見光，而淪為長期藏躲，心聲都不知對哪講，全為追蹤一個神秘結果。無路上亦前往，沉住氣埋頭苦幹，無論有幾赤熱寒都不可以看下方，從沒有懷疑過。